大家好，我係 Alex。今次我揀咗 Eckhart Tolle 寫嘅《The Power of Now》介紹俾大家，因為佢係近20年嚟最有影響力嘅心靈書之一。Goodreads 上面呢有4.14分，超過28萬人評價。Amazon 都超過27,000條 review。你話誇唔誇張？老實講咧，最初我都諗又係講冥想，又係心靈雞湯。點知讀完之後完全改觀。呢本書唔係教你 HEAL 過人生，而係教你點樣透過活喺當下，解開情緒困擾、焦慮同埋唔停內耗。講真，呢啲先至係我哋都市人最實際要學嘅嘢。講講作者背景先。Eckhart Tolle 本身經歷過嚴重抑鬱，有晚甚至諗住一了百了。但係就喺嗰一晚，佢突然間經歷咗一種意識轉化嘅狀態，由此變得超平靜，連人生都翻晒轉。後來佢冇出版社撐，冇 marketing 團隊，只係憑口碑將呢本書推到全球，連 Oprah Winfrey 都推崇備至。我自己都試過工作壓力大到爆啊，成日諗緊將來會點，搞到身心俱疲。The Power of Now 俾咗我一個重要提醒：痛苦好多時唔係源自現實，而係你個腦喺度 loop 住過去啲後悔或者將來嘅擔憂。當你學識點樣停一停啦，專注喺此時此刻呢，反而會輕鬆好多。Eckhart 有晚喺倫敦自己屋企瞓唔着，腦海入邊一直播住一句我真係受夠我自己。然後佢突然問：咁究竟係邊個受夠邊個？就係呢一問令佢有種跳出自己嘅感覺，發現原來個我只係思緒堆砌出嚟嘅假象。由嗰刻開始，佢唔再俾腦入邊啲聲音牽住走，開始感受到真正嘅寧靜。之後幾年佢冇做工，冇固定收入，日日就咁喺公園、長凳、圖書館度過，單純咁活喺當下。但奇怪地，佢冇事，仲吸引到唔少人主動走嚟揾佢傾偈。最後呢段經歷變成咗本書，佢亦有一個無業遊民，變成世界上最受尊敬嘅靈性導師之一。佢成日強調，你嘅腦唔係你敵人，但你唔應該俾佢主導你人生。你只需要學識觀察自己啲諗法，而唔係同佢認同，就已經可以減一半痛苦。我覺得最 powerful 嘅 concept 之一就係你唔係你啱啱諗緊嘅嘢，而係嗰個察覺自己有呢啲諗法嘅人。你就好似戲院入邊坐緊睇戲嘅觀眾，而你個腦就係銀幕上放緊嘅電影。有啲戲好緊張，有啲好悲，有啲混亂，但你可以選擇唔入戲，而係知道自己只係睇緊套戲，識得咁樣，情緒就唔會再拉住你走。我記得有次開會俾老細串到爆，腦即刻冇出，點解佢成日針對我？咁樣講我冇前途啦。以前一定會碌住呢啲負面對話，直到收工。但係學識覺察之後，我開始問啦，我諗緊呢啲，定係啲諗法本身唔等於事實？咁樣問，情緒就打唔到我。實際做法好簡單啦。下一次你情緒上嚟，可以做個小練習，留意自己呼吸10秒，然後問我而家諗緊嘅真係100%事實啦。咁單單呢個小動作呢，已經可以 cut 斷好多負面連鎖反應㗎啦。仲有一個核心觀念就係，只有而家先至係真實存在。托羅話過去係死記憶，未來係幻象，只有此刻係活生生嘅。就好似你學咗唔會攬住琴日嗰樽水飲，亦都唔可以等聽日嗰樽水，淨係可以靠手上呢一刻嗰啖。我以前講 project 嘅時候，成日擔心如果遲交點算，出錯老細會點睇，搞到手震效率低。後尾我學識專注做而家手頭上最簡單嘅事，例如打開 file 啊，打一個標題或者寫第一句啊，成件事就變得順好多。試下每日抽5分鐘，咩都唔做，淨係感受下你嘅呼吸，手指掂住耳指嘅觸感，耳仔聽到嘅聲音，唔使諗咩高深禪定，只係記住此刻先至係真實。最後一樣超震撼嘅概念就係，痛苦唔係必然，而係你選擇緊嘅身份。係 Tolle 話，人類會持續痛苦，係因為我哋攬住一個叫受害者嘅身份。有時痛苦呢，就變成一種心理依賴，因為咁可以證明唔係我錯，甚至可以博同情。但係你一放低呢個身份呢，已經自由咗一半。即係譬如你日日開住部電視 loop 住人生好慘個台，其實你可以轉台。但係你唔願，因為睇慣咗，仲覺得有種熟悉嘅安全感。我有個舊同事就係咁，成日話人生幾唔公平。但係當佢睇到書入邊一句，你唔係你過去嘅總和，你只係你而家點做。開始行山學靜觀，幾個月後成個人都唔同晒。下次你覺得世界對你唔公平時，唔好即刻入戲，而係問自己：我想繼續帶住呢個身份行未來嘅路，選擇權永遠喺你手上。睇完The Power of Now 啊！我最大嘅改變就係唔再急住要解決所有問題。以前我怕焦慮、怕未知，成日想諗清楚下一步。但係而家我開始學識坐喺唔確定入邊，做翻主角，而唔係俾腦入邊啲配角拉住走。我最中意書入邊一句説話：深刻明白當下係你唯一擁有嘅，
將而家變成你人生嘅核心焦點。都係嗰句，聽完萬卷書，務必踏出第一步，你嘅人生先會改變。